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大家在食早点的时间要配牛奶，也是头奶呢，也是从高本爱形容，一天会配一杯咖啡，让感觉一早晨的工作更有精神哦。讲到这个咖啡啊，也参的高本爱认识一位外国来的好朋友哦，也是对瓜地马拉来的。因单枪对其他国家来，伊还带其他国家好的咖啡来同人哋客家乡亲分享呢。到底外国的咖啡同人哋六队的客种，到底两班都强下呢？今日我哋邀請下兩位好朋友嚟到現場，同人介紹講，外國的故事同咖啡的故事哦，我哋夾夾嚟邀請佢哋吧。首先來分享我哋對瓜地馬拉來的好朋友艾亞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艾瓦洛。我从瓜地马拉来自，要介绍你们一下我们的咖啡。大家好 ，Hola, ¿qué tal? Bienvenidos。分享啱啱咯，哇！提拔嘅外國朋友，等下都來聽下故事咯。安尼接下來分享我哋嘅客家歌問候。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鍾文豪，我請歡喜來到亞加飛同大家見面。哇！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一個台灣，一個瓜地馬拉，哇！這是親切嘅組合呢吼。我想請教問候一下，兩位啊，我哋第一個瓜地馬拉係我哋邦交嘅國家，唔過唔喺台灣，一個係瓜地馬拉，兩片差係差唔多48000里，唔單止按嘅，兩位用班認識的呀？兩位怎麼去認識的？問候。我係朋友介紹的，然後我就有去屏東，然後再有去拜訪他們的攤位，知道說有一位咖啡博士煮的咖啡很好喝，然後就是去喝了幾次，覺得非常驚豔，因為他的手沖咖啡是口感跟外面一般的不同。安尼問吼，講你自家有是咖啡啊，唔過你去點的時間，看到有啲外國人，你喺第一班用嘅同時點嘅咖啡啊？我用西班牙語同你講誒，我一杯好喝的咖啡。你可以用西班牙語同人講一下用嚟點嘅咖啡嘛？Por favor, me da un café. Sí, por supuesto, cómo no. 你用你講嘅特價嘅，你可以講慢一些嘛？Por favor, me da un rico café. Por supuesto, cómo no. 你問候做乜嘅會用西班牙語？你看你一般看到外國人啊，人聽啲直覺就講，我同佢講英文。做乜嘅你看到佢會想講西班牙語呢？因為之前朋友介紹的時候，有跟我說是瓜地馬拉的朋友，所以我就直接用西班牙語跟他溝通。哇，是這樣。真是，那你做乜會唔會西班牙語？總唔會為到一啲咖啡，你會去學西班牙語吧？我以前喺啲阿根廷14年。喺喺阿根廷14年，喺工作也喺讀書啊？喺在飛讀書，做生意，之後又回來到台灣這邊。原來係安尼哦。安華羅，安尼提拜問候同點嘅咖啡嘅時間，只用西班牙語同講吧，你的感覺是怎麼樣？哇，我覺得很特別的，因為我認識很多人要講西班牙文在這邊在台灣，但是沒有很多人講的很跟當地人一樣，所以的來自講很多笑話，所以我就說了，好特別的，這個人真的很會講西班牙文，所以我們已經開始當朋友。所以就是因為問候他會講西班牙語，然後又特別還會講笑話，對，你就覺得很親切，就兩個就這樣子成為了朋友。艾瓦洛，那你為什麼會想要來到台灣，來到台灣嚟讀書呢？因為我的夢想從很小的時候是要讀農業，其實讀農業在我的國家跟別的國家的附近有很貴的，我那時候都沒有錢可以付錢我的大學，所以我獎學金去出國，4個國家給我獎學金的，美國、俄羅斯、中國大陸跟台灣，所以我上網絡上就看到很多的文件，有哪裡可以去，哪裡好玩，哪裡有很好的生活，所以我就固定要來這邊到台灣讀書，因為這邊的農業非常厲害的。
那这样子，艾瓦洛，你来到台湾之后啊，你在原本的家乡瓜地马拉的嘎永，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是乡下呢，还是城市啊？我住在首都，所以是城市的。哦，是城市。可是你会来想要学农业，是不是你们家是做农业的？是的，差不多。我有很多家人畜牧的，还有农业。哦，所以才会来想到这边来学农业，这样子带回去。带回去的，对。哇，艾瓦洛啊，那你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边跟你的家乡的有没有差别啊？有很多东西差不多一样，有很多东西差很多。比如说，我觉得住在乡下差很多，因为我的生活以前都一直住在首都，所以是很慢的生活。其实我来这边，我觉得人友善，也有很多很礼貌的人，也很传统，所以我觉得那是很像的我的乡下。所以来到我们内埔客家庄之后，客家庄之后，你就感觉到，原来客庄同原来嘎乡其实是很相似的，对不对？对。那你来到这边吃的东西会不会不习惯啊？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了，因为都不一样。我们吃的很多玉米，所以我们的主食是玉米，里面的主食是白饭跟豌豆，所以我觉得都是很特别的。其实越来越习惯了。现在我出国，我会想台湾的菜。你会想念我们台湾的菜。对。那你来到这边这么久，在客家庄里面，你有喜欢吃的客家菜吗？当然喜欢，我很喜欢板条，客家板条非常好吃的。那我们的那个婆婆妈妈，你在客家庄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讲客家话吗？对，他们觉得我是客家人，还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一直讲客家对我，所以我会听得懂一点点，但是不太会讲的。你会听得懂一点点。那你来到屏东这边上学之后，你学的农业就是有关于咖啡的吗？差不多，因为我从很小我的梦想是要读农业。瓜地马拉我们的很重要是咖啡的部分，经济命脉。所以才会选择咖啡。不过你来这边学农业跟有关于咖啡的知识，那怎么会变成去卖咖啡呢？我先开始都不想卖咖啡。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咖啡的化学。所以我们带很多样品来到台湾。有很多朋友听过我带精品都从瓜地马拉直飞到这边，所以有兴趣要买对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货，所以我们帮朋友来带很多。有一个朋友来我的家，做一个咖啡车子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摆档。因为原本是在念书，结果是帮朋友买咖啡，结果买了太多了，然后后面他朋友才开始鼓励你说来做卖咖啡这样子嘛。挺神奇，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呢。原本不想卖咖啡，结果阴错阳差之下开始卖起了咖啡。那问候你有听说同俺咯那边卖给咖啡吗？有啊，原本就是做国际贸易的，所以我有帮他卖咖啡到中国大陆去，也有，然后在我们这边的一些餐饮业、饭店，因为目前有一些3合1的，可能现在人家会比较排斥，所以我们就间接的跟他介绍我们的瓜地马拉精品咖啡。是这样。古宋年来对瓜地马拉买过来的咖啡，全部都是精品的咖啡，都几好的，是不是？它是都有评分的，都是经过比赛的豆子。如果比赛有得奖的挑的，是艾瓦洛，那你在卖咖啡啊？你们有去摆摊？去过哪些地方摆摊啊？我们去过好多的地方。屏东是在妈祖庙，妈祖庙，还有屏东是那个太平洋，
还有台北、南港，还有很多的地方。国防大学。哇，嗰時候文宏能擺攤去因內全台灣攏有去嘛？哎呀，你看，就是有去一些有一些場合，它是屬於一些展覽會的地方，都會去參加。就來推廣人的咖啡。推廣哦。哎，瓦洛，這些擺攤的時候遇到的客人，有沒有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有很多的客人，就老顧客，一直回來。比如說有一個人，鄧老師，很特別的，一直穿我們的傳統瓜地馬拉的衣服來這邊，一直叫瓜地馬拉咖啡，我覺得好特別的，大家很開心來這邊找我們，一直找我們。為什麼他知道你是瓜地馬拉來的，所以特別穿這個服裝，傳統你們的服裝來找你嗎？是的，他很愛我們的瓜地馬拉文化，所以他聽過有一個人賣咖啡在內部的公園，所以他就知道我們在那邊，所以他去找我們，全身都有瓜地馬拉的東西，有瓜地馬拉的臉，瓜地馬拉的衣服都有了，所以我覺得好特別，我很開心的，因為我覺得很熱情，有一個人愛我們的文化。那你會不會改天也穿客家的服裝跟他說嘿呀？我喜歡，我有了。改天我們想跟你來討論一下，我們來穿個客家服裝來賣咖啡好了。好。那你問吼，那擺攤更加能平常時全部都在擺攤嗎？也還有其他的工作來推廣也給咖啡呢？有時候會去到就是有一些類似像展覽會的地方，然後會去推廣這樣類似的像瓜地馬拉的文化跟咖啡，會去也會做一些教學。哦，唔但像擺攤賣咖啡，甚至還有教學個，哇，很厲害呢！觀眾朋友，我個啲朋友來台灣來學習，唔但像賣咖啡，還教嘅人哋很多嘅合作嘅好朋友哦。唔過其他咖啡到底有乜嘅內容，教嘅有乜嘅呢？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哦。上一段堂誒，亞羅同文豪今日用半年時咧，也第一講，亞羅做乜嘅會來到台灣來學習？唔過，佢來學習之外，來賣咖啡，其他咖啡到底係乜嘅呢？繼續來請教佢哋咯。兩位，唔能頭都冇戴帽嘅，更加用戴係帽嘅咯。有個帽有乜嘅特別的嗎？愛瓦洛，為什麼你們剛剛不戴帽子，現在才戴帽子啊？我們現在穿的帽子是我們的很傳統的瓜地馬拉的帽子，那是從維特南國Todos los Santos 來的。從山上那個山來的。OK， 那這個是傳統的帽子嗎？文豪？這個帽子它是由高山上的咖啡佃農做的，而且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取得的，你必須要跟他購買相當產量的咖啡，它才會贈送。那這個帽子上面它有很特別的圖騰，還有它這個上面有一些皮革，還有它這個用編織出來的這個布不同的編織方式，然後它整個造型就是非常立體，非常硬，而且它們不是直接就是從山上就可以拿下來的，它必須也需要人工背到它原本是在2400公尺的一個高山上制作的，然後因為車沒有辦法到達這麼高，所以它必須請人工背到山下的1800公尺的集散地，然後再運送到城市來。哦，今年做乜嘅高度今年查喺上唔去嗎？因為那個地方是山區，所以有些路非常狹窄，而且有時候如果遇到下雨的話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对，所以一定是要用人工的方式运下来。哇，也个摸无简单呢，唔单止可能按过拔下来，啊，甚至有时间天落太热的时间还运唔出来的吼。安尼问吼，也个摸可能平常工作的时间就会带吗？也係講貼喺做也個摸來送本也個買咖啡的人。平常時也會帶，然後也會一般就是有客戶買到一定的量會贈送。就算按你來講，也個摸會算可能手工的一種生活的用品啊，不過可能喺送人的時間也會送也個代表講啊，也個係人傳統的文化，送人代表人係人貴賓安尼嘛。是的。嗰時候可能全部都喺這個手工那邊啊，平常時工作的時間也會帶，啊，年下來的時間也會帶。哇，安尼這就是可能一個重要的文化的代表。啊，你像也個摸的嘛，還有其他的形式呢？還有他們這些不一樣的披風手工捏手工披風這些，它編織起來的那個顏色非常鮮明亮麗。每一家摸的種共用嘛，還係可能這個會有每一個家族、每一個莊園底部有某共用的圖。有他們自己的代表性的圖騰跟那個顏色。嗰時候摸的哪方面都底下講，底下係耐買咖啡的嘛，也係做一種身份的辨識，只是一個身份的辨識，對。哇，今天睇到一個摸的呢，人哋第一擺看到講，用一個摸的來做一個身份的識別呢。是。艾瓦洛，我想要強調你一下哦，我剛剛一直聞到有咖啡的香味飄過來，害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專心。你現場帶來的，我看泡了好多咖啡。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先來試喝一下，到底哪一個咖啡先試喝來介紹一下，一直都聞到香味呢。好的，我們泡了一杯手沖的咖啡。手沖的是哪一杯啊？這個那個大壺的。大壺的這個，所以我剛剛有先倒出來了，在這邊。是的。那是我們的安迪瓦咖啡。我們的咖啡先可以聞到有很多花香味跟焦糖的味道。還有批到花的香味。瓜地馬拉咖啡的特色味道是花香跟甜甜的味道。沒有啊，你騙我，喝下去沒有甜甜的味道，是咖啡的那個咖啡味香味，對，咖啡味啊，回甘，對，回甘是甜甜的，對。那這個安迪瓦的咖啡是我們的最有名的在瓜地馬拉是我們的最老的產區，那邊有我們的最老的咖啡。安地瓜的意思就是在西班牙語叫做很古老的一個古老青樓的地方，對，青樓的地方，安地瓜。所以這個莊園是 San Rafael Urias， 那是300多年前的故事。他們開始從西班牙的時候到現在，他們的方法是很傳統。冰鎮的咖啡都收成大概偏紅色的、漂亮的紅色的，這個莊園沒有。這個莊園等到變紫色的，已經有一點點發酵。其實味道變很甜很甜，所以這個有一點點果酸的味道，那是差不多有莓果紅莓的味道。就是蔓越莓酸味跟花香味，還有甜巧克力跟甜奶油。真是的，觀眾朋友，頭先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安提瓜咖啡的時間，真是都批到個華強的米絲，從頭到艾瓦洛講的有個莓果草莓嗰種酸酸的米絲呢，哇，真特別呢。不過還有這咖啡有乜個米絲呢？艾瓦洛，下一個咖啡是什麼？你可以推薦一下嗎？這個杯子你有在前面，對，那是我們的科班雨林。科班雨林。科班雨林的咖啡。我們說科班 Rainforest。科班 Rainforest 的雨林的雨林底部的咖啡哦。那有個特別的地方在哪呀？那個的特色的是，因為那邊的下雨一直下雨，365天都是在下雨，所以也叫做雲霧咖啡。所以有一點點那個木頭味跟很多水果，青水果，比如說青芒果，還是
请水蜜桃的味道，有带一点甜甜酸酸在一起，身体也是很酱，所以这个身体是比较厚，比另外的咖啡。所以这个咖啡我们比较喜欢喝早上的时候，你要多力气的时候。也个米丝讲无安全，有失败冲个水果摊的个水果米丝，其实它个什么类似呢？就是很淡，就像你们讲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真是亲自它在早晨的世界是含前水上的世界，落一边安尼个咖啡有冇其他米丝哦，一下都本来精神都好过了呢，哇！安尼第三面呢？顺后要去咖啡，我们可以适合我们的Fraijanes Plateau， 因为是法汉尼斯，法汉尼斯。对其他特别的地方有哪样？看来同亚量的色都差不多啊。它的产区不同。神山的地方冇共用。对。你是譬如来同亚量的有共用的，清香，它有失败，他那个。应该没讲水果，有一点像是坚果还是木头的那一种味道。没错，这个有很多坚果味，那是我们的很特色在Fraijanes的味道是坚果味道跟焦糖，所以这个是甜甜苦苦，有比较传统味道。而且它喝起来会比较像茶。对。真的，也个是海路，像以前可能是都个顺富富咖啡的米丝，也个如果从平常像是一杯咖啡哦，没有安尼的感觉，一下是3杯咖啡，跟某用的地方都试出来耶。哇，艾华洛，你介绍的瓜地马拉咖啡好特别哦，都有不同的味道，以前都没有这样子觉得耶。不过单一个咖啡，怎么可以给会有那种某用跟米丝会安尼的差别呢？因为不同的产区，它就会有不同的风味。因为每个地方它可能会受到火山的影响，有些地方可能土壤比较潮湿，所以它自然而然那个豆的生长，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那你这样子，艾瓦洛，除了这样产区的不同会造成咖啡的味道不一样之外，那还有什么样子的因素会造成咖啡有不一样的味道？这么多变化？有很多的部分，比如说高度，还有品种的咖啡，还有土壤跟电机的部分，还有你怎么泡，还有你怎么磨，还有水温度，有很多的部分可以改变咖啡的味道。有水啦，温度啦，还有土壤啊，哇，各种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咖啡的风味。第一次感受到咖啡有这么多样的变化呢，哇！观众朋友，第一摆是咖啡是都按起嘛的，无同样的米丝，无同样的方式，无同样的品种哦。不过到底还有乜个咖啡的故事含前介绍到的呢？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这个好吃的咖啡，不过最上好的呀，也是讲用来泡一杯好的咖啡，因为冇可能马上去抢老师米拜都来泡咖啡，不敢是嘛？什么？艾瓦洛老师也有问题。刚刚你泡了这么多好喝的咖啡，我们该怎么去泡一杯像你这么好喝的咖啡，或者是怎么去选这个咖啡豆啊？是要看每一个人喜欢的味道。我自己比较喜欢传统味道。身体比较够，比较厚，所以我用的很老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咖喱的山洞，所以我们用这个的话，我推荐可以用一个手磨，因为这个有很细跟比较粗的刻度，所以比如说如果你们喜欢有 V60还是Chemex， 是别的你要自己玩自己调，有很多的方法。滤制杯很重要，先要调一个滤制杯
然后你可以再学怎么泡。这个我们用大概92度C 的水温度，然后我们用2跟7的刻度，大概4.5的咖啡粉的刻度，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很多香味跟刻度有10跟2在一起。就是这个手磨的咖啡粉，再加上那个水，就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就可以泡出好喝的自己喜欢的咖啡，就挑自己喜欢的豆子。对，然后要看你的比例，比如说我现在泡的给你是1:15，我用20个，大概20个300cc 的水。原来是这样。你问候我们在识咖啡的时间，一定要用个手磨的吗？也还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识到好吃的咖啡呢？也有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例如我们的那个茶包式的或是挂耳式的，都可以很容易喝到好喝的咖啡。所以只要品质够好的，通用也可以识到好的咖啡。你能带过来的按度，也看到按这样的包装的，全部是能的咖啡吗？对，这边的咖啡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包装也是。对。你底部也看到有一包一包的，这是哪个用式的咖啡啊？像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茶包式的，它是很方便让人携带出去，也可以冷泡，也可以热泡。就是像我们茶包式，只要放到热水里面，1杯的大小放入热水就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不用太多的器具。就像我们磨汗的时间，要抽的时间，打开来马上泡下去都好的。你假使讲用磨的，你也有卖给挑的嘛？有啊，还能有卖给挑的。你要个包装啊，看到同其他的包装都冇共用的，请讲，你要个包装是用哪个方式去？哪个观念下去设计的呢？这些上面的图腾都是有类似像瓜地马拉的那边用的色系跟玛雅的文化在里面。对。我说今年冬天的文化，如果你们的文化就是有这么多漂亮的颜色跟形状，这样子去组合吗？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很彩色的国家，也是我们是永远春天，因为我们的温度每一天都可以种花，可以种水果，可以种什么都可以种，所以我们放很多很多花跟很多颜色，因为那是我们的国家的特色。所以你们那边的温度气候都很舒服，所以跟春天一样。那你来到屏东应该觉得很热吧？还觉得很热，对。哇，当然按你爱瓦洛你的介绍，我就觉得说，哇，瓜地马拉亚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我很想去到那边玩，可是我又不晓得那边有什么特别的。你可以突然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假如我们要去玩的话，你要怎么跟我们介绍？有很多的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如果喜欢去逛街，喜欢去买东西，可以去首都，还是也可以去那个很大的城市。如果喜欢比较多玛雅文化，可以去北部。北部有很多的，比如说迪干，有很多的玛雅金字塔，还有金字塔。玛雅的金字塔。它有很多遗迹玛雅的文化在那边。是的。如果喜欢看，比如说土然跟天然的东西，可以去那个中间的，我们有活火山，很多，大概167的活火山，所以是非常多的火山，每天都可以看跑火山。这个听起来挺恐怖呢，每一看到按到火山大概嘣嘣嘣。对，大概15分钟可以听到嘣，很大声的。所以如果不习惯的话会很可怕，但是我们的瓜地马拉人已经习惯了那个声音，对，跟地震，
地震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花莲人已经关心我们有每年有个气团汹涌，就他们也习惯了这个火山对于他们生活当中。那我如果这个照片是你们家的照片吗？是的，这边我们可以看Antigua是旧的意思，所以是 Antigua Guatemala， 旧瓜地马拉。旧瓜地马拉。对，那是我们以前的首都，大概300年以前的瓜地马拉的首都是中美洲的首都。所以那个城市是很大，从那时候到现在什么都不能改变。颜色的跟家跟什么都不可以改变。就是有个传统大家不可以轻易的去改变去。你下面这种哇很 colorful 彩色的个相片，是不是就是这样？这个包装设计的个管样，就是从这个上面来的。当然，这边有我们的什么呢？山冈。就是那个圣州，就是他们是天主教国家，所以有圣州这个祭典，对，很有名的。那在这边有我们的 Dia de los Muertos， 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庆典，是专门对死亡的人做一个庆典的一个节日，对，差不多跟你们的清明节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死掉的时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步，因为你要休息，你要改变到其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做一个那个有点像是风车这样子的形式，不好意思，是风筝的，对，因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死掉的人跟亲戚可以讲话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边的，哇，铁牌糖果用风茶可以来做交流的呢，哇，莫共的文化真是莫共用呢。艾瓦洛，那你到这边之后，你自己有在从事这样咖啡，在上课，你能有一种拆贴种咖啡？因为我们台湾也有种咖啡的小农嘛，你们有做过交流吗？对，我们已经分享了怎么做肥料，比如说，因为最近有很多人不喜欢有肥料在他们的食品，所以他们要有机，对，有机的肥料，对，他们不喜欢有一些化学的，对。如果唔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唔好用安尼，刚讲适下迄时节会出嘅问题。不过也个迄群嘅小农，跟那个农夫啊，其实种嘛嘅呀。他只是做一个土壤的改良。对，这方面用咖啡渣的部分可以替代。哇，艾瓦洛用咖啡可以去改良土壤哦。可以啊，对，但是要记得先要发酵，因为咖啡带酸，所以你的 pH 会改变很多，所以先要发酵，然后你可以再用，大概6个月发酵后可以再用。哇，老师你好厉害哦！连咖啡不只会泡咖啡，连咖啡还可以作为改造土壤，这个你也会。不过问好，我会想强调你们哦，你们除了卖咖啡、推广咖啡之外，你们在上课的时间、去推广的时间，你们去哪里上课啊？我们有去到六堆那边做一个咖啡教学跟分享。搞好对象咯，迄一般的大人也係对小年的也會可以去上課啊？都可以，就是一般的大人到小孩都可以。对，你就全部1年你上課搞的搞乜嘅？一般就是我们会教人认识这些不一样的咖啡，它还有它的喝法，还有它怎么去磨，怎么去冲泡，都会产生不同的口感。就像我头安尼同我介紹安尼，全部拿紅來是平常安尼其他米是用白。安尼小朋友也喜歡喝咖啡哦，真的會很難想象哎，小朋友不是喜歡喝甜的嗎？這種咖啡他們也會喜歡哦。越來越多小朋友喜歡的，對，我自己開始喝從很小，所以我看到在台灣也是有很多小朋友，大概12、13歲已經開始喝了咖啡。我們去了國中學校裡面有教學教課，對，
教他们很有兴趣，对，怎么认识好的咖啡。对，哦，原来是这样，哇，爱瓦路你们真的是很特别，连大人教咖啡就算了，连小朋友也去教他们。那小朋友他们回家之后还会跟你，除了自己回去泡，还会跟你们买咖啡吗？也是啊，有一个小朋友买了大概3盒的咖啡，我们问了是要送给爸爸还是妈妈，说不是啦，是要我自己也要喝，自己喝，对，哇，这真是更加新年的，同感觉以前都冇用了呢，以前可能去买养乐多，哦，可能去买牛奶，更加新年的是咖啡的呢吼，观众朋友。今日啊，2位好朋友帶來按摩用的咖啡文化同外國的文化，替拜談過呢。哦，真是也同人哋以前學嘅啊，真是冇共用。也感受到講，外國的文化到人哋台灣之後，結果人哋台灣的客家文化，我相近人來哦。希望啊，下一次人也可以帶到人哋客莊的文化哦，去到外國去交流，去個買辦嚟好嘅。哦，今日請感謝2位好朋友來到現場，來同我哋帶來按精彩咖啡的故事，謝謝2位。謝謝大家。又很讚了了。哦，是的，咖啡，今天呢，我聽到老師來做一下運動，發通一下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璇，又到學校運動嘅時間了喲。今日先生要教我用米足步嘅做運動，請準備2條米足步嘅，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同我哋同下做運動嘅喲。今日要請跪下來，邊前腳都可以邊運動，好，2個米足步嘅。用個天來下，我個手把掌，用個我米足步的方，好，我哋來做前面後背，前面後背，注意哦，唔睇我啲前面嘅時間，我背還有我脊椎，我來做一個延展，在後背，前面後背。好，打口來，合胸來，打口來，合胸來，前面後背。我剛剛嘅背囊，好做眼唇繩，再打口來，好揾動作嘅哦，畫眼鏡呢，平常時每天嚟都可以做畫眼鏡嘅動作，好訓練嘅手臂。弯片，兩片一下，
前面，后背，打開來，合空來。畫人強呢，像了畫太陽那些。紋片，兩隻手通下。更加按來放起來，慢慢地放起來。好，像個腳，拿個咪足部的放，好變輕腳就可以變運動的哦。來訓練個大腿內側肌，好低落背，伸出去，縮骨來，縮可以伸個牙也會一片，伸出去，縮骨來。我會感覺一片大腿也太落鼻一片會更軟，訓練個大腿內側肌。慢慢地彎片。伸出去的時間較個容易，豎放來的時間會用到個大腿內側肌，夾緊。慢慢地喺前面行，一樣行4步，喺後背行1、2、3、4，前面行，後背行。準備運動做嘅哦，更加用個腳畫人強呢，畫人強呢，畫得太強，慢慢地畫。慢慢地彎片，好，而家開始你都可以啲左片去米天奶，右片米天奶，前面米天奶，後背。可能那邊個學做，你去用個腳，去米天奶。一方面可以訓練個大腿，來做運動；一方面來輕腳。
好，一举两得哦。我學咗嘅地方嚟加強，畫人強呢，再用力些，好彎片。更加來同動作連貫，彎片。明日來做試下，好邊前腳邊運動，好個個好哦。前面行，後背行，畫人，彎片，今日嘅動作唔記得了冇？個簡單又好記，用米做步嘅就可以做運動嘅，邊前腳邊運動，耐學做，愈去愈耐，好好運動，俺哋下次能來了。